是金曲奖的常客了。这张专辑让黄连玉再度入围最佳客语专辑。再一首不一样的人，唱出不一样的客家味道。曲风不受限，黄连玉就是要做自己的音乐。我觉得我这样做音乐，人家要说啊，人家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我说我不需要让人家知道啊，因为我自己知道很重要，而且我是在玩真的，我是拿我的一辈子在做这件事情的。所以去大陆客庄搜集客家曲调，也学习古老的密西西比蓝调音乐，即使不成主流，也是黄连玉对十足的敬意。我一定要跟老祖宗学习啊，一定要找最好的最源头，我才知道我会玩出什么东西出来的。不迎合市场，黄连玉发下豪语，要在未来的20年里，1年1张专辑，为母语尽心力。我希望我是大家讲到客家会想到我就好了。我希望全世界的朋友，就是我接触到的都知道我在做客家歌，也知道可以唱我的客家歌。结束了。整个表演很精彩。总关系唔会杠音哪个表演？黄连玉对于自己丰沛的创作能量是非常自豪的。他说可以融入好多不同的元素，包括不同的语言，蓝调音乐也可以作为基底。接下来他有好多的计划，只希望让全世界都知道台湾有客家音乐，有黄连玉。唔嘅表演真精彩，真歡喜唔會介意。唔嘅表演真精彩，真歡喜唔會介意。